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5日一号徛街透早着火，救出一对母仔囝，查囝不幸过往，妈妈搁伫家护病房，帮会协会已经抓到了。美国邦尼申请晶片的管制，也毋过伟大的 Blackwell 同款爱管制。前总统奥巴马是批评伫川普的领导，逐工拢亲像会过万圣节。嘉义急诊中心昨头一日实施6度看诊人数无算多，主要是以外科为主。卫生福利部按说要搁扩大办理来应付过年。来看台中5日5公路1号徛街透早着火，一对母仔囝互救出来时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落尾查囝嘛是救无回来，妈妈是搁伫家护病房。警方初步调查是发现讲有可能是进前细厝的查甫人放火，伊是先驶车把库弄入去，甲出入口挡掉的，煞来厝就着火了。警方即摆嘛已经抓到这个嫌犯了。台中5日这铁片厝发生火警，消防队光阴无水线拍火，虽然马上将火拍花，毋过受困伫厝内一对母女被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因为是铁皮的关系，那燃烧的温度很高，连1楼那个里面窗的铝框都烧融哦。母女被困在西南侧的房间里面。那病患到我们现场，到医院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四肢及躯干外观上看起来都有一些，都有很明显的2度以上的烧烫伤。经过抢救，17岁查某囝救无转来，50岁妈妈是转家护病房。7透早2点左右，监视器翕到一台小车捌去进入5公路这个巷仔了后，天平厝就发生火警。警方透早4点外顺线找到赛车的姓柯的查甫人。你跟他生仇大恨吗？去死人呢！警方表示，姓柯查甫人有自伤的行为，就医了马上带去紧急诊室。初步了解，姓柯查甫人原本向伤者细厝，不过因为今年初，姓柯查甫人甲伤者发生纠纷，被要求搬走，就扣分故意放火。他奇怪，他为什么每次都在那边晃来晃去，而且在那边不晓得行为怪异才去装的。是说装了之后才发现？对，才发现的。对。嫌犯他在那边租屋也租了20年，那一直到我们了解是到今年的7月份因为租赁纠纷，原屋主就请他离开，但我们了解后续他还是陆陆续续有回去搬离他的一些物品，所以跟原屋主有产生一些纠纷嫌隙，甚至于有时候会骚扰原屋主。警方表示，双方目前已经无细处关系。姓柯查甫人犯案进前，将监视器全部破坏，犯案动机明确，已经报请检方后双向杀人加共用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网络顶头的诈骗是百款，乡亲真正是爱说理。最近就有诈骗集团利用华人的救灾，讲只要付运费，就当免费来提供服务，也毋过需要伫网络来做一寡认证，结果就哄骗咯。警方嘛提醒讲，平均4个人就有1个人会伫网络顶头接触到诈骗的广告，真正是爱特别说理。马达案起帮山湖帮花了后，真侪志工拢去花莲斗救灾。当初民众善意的举动，想袂到却是去互诈骗集团来利用。有的诈骗集团会伫咧社群铺文，讲只要付运金，就会当免费提供遐讲；有的会假做业者，讲买商品就会当斗救灾。亲像这款偷用救灾名义咧运作的诈欺，铺文了后，等民众主动来联络，引导加来了后，透过互民众认证的手路来诈骗。这种新形态的诈骗从台湾现在这边开始出现，那会有个客服来引导你。告诉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经过认证，那由于操作都是你自己来操作的，你就很容易根据他的操作，结果把你账户里面的钱都给转出去了。即马网络真发达，真正煞变做诈骗利用的手路，因会传送假的链接，要求民众认证，结果讲认证失败，引导民众去操作网络银行。这款诈欺的方式已经渐渐取代传统解除分期付款的手路。诈骗集团靠说唔免先摕到个资，只要上网就会当下手。不过，无论诈骗的类型啥款，不少诈欺的受害者也是会落入去二次诈骗的陷阱。诈骗集团呢，它发送很多网络上面的广告，会使这些被害人主动掉入陷阱，进而就是诱使这些被害人就是主动提出说，自己有被诈骗的经验，那运用这种同理心的方式去让这个被害人掉入陷阱。那1/4的人收到诈骗广告之后，1/50的人
会被骗。根据警方调查，平均4个人都会有1个人伫网络顶去接触到诈骗的广告，而且这个人若是钱去互骗去的受害者，因为赶紧想要把钱讨回来，所以就更较会踏入去这种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是愈来愈凉冷，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宜兰，干那17度。因为东北季风，佮加上华南云系拜三进前北部、东部低温会佮较低，嘛会闪大雨。拜四开始才下好天，温度会佮到30度。北部乌阴落雨的天气凉凉冷冷，受到东北季风和华南云系影响，拜一北台湾东半部的雨势明显。拜三开始，阁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来到台湾，不过加在雨敢若会落一天，加长天拜四就开始一路好天到礼拜。提到今天，主要还是要注意在东北部这边的大雨哦。那各地的云量都是比较多的，都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那到了礼拜四，整个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它降雨的情形又会再更加零星一些些。温度的部分，拜一、拜二这2天日时拢真凉冷，平均低温无到20度，上高温嘛干那24度。东南部的温度就较悬，日时高温的普遍接近30度，不过早暗温差真大，差要10度。拜四就会开始变好天，温度会慢慢啊回温，全台低温恢复到20度以上，高温也会来到30度左右，到时天气就会淡薄仔热。那整个温度上面也会有稍微更明显的回升的趋势，尤其是台北、宜兰，近中午也有可能会来到27度左右，所以整体感受上都会比较偏向温暖甚至闷热的情形。另外，气象署也表示，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的海鸥风台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预估伫咧拜五登陆越南，对台湾未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另外一个同款伫咧菲律宾海面的热带系统就较歹讲啊，未来真有机会向北平徙，可能伫后礼拜二上接近台湾。气象署提醒南部的乡亲，要随时留意上新的预报状况。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歇困的轻急诊中心试办计划，昨伫6都13间病院开始实施。头一日计共有200多人次哦，主要拢是外科的病人，佮发烧、呼吸器低调的老偏血等病人。有学者是表示讲，头一日病人无算济哦，有可能是多数民众佮无介清楚这项新的政策，所以嘛建议健保署会讲来加强宣导。为了消透医学中心急诊大塞车，卫福部健保署试办休困日轻急症中心，初日正式实施。针对发烧、细型的空喙等等，减上分类第3至第5级轻症的患者，提供一站式就医的服务。不过，也是有民众不了解这个政策。他不晓得，如果那个有这种政策的话，应该会先去看。我不知道，很多诊所假日没开嘛，那这样的服务是必须的。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新制实施头一天到下晡4点为止，6都13个据点，拢总有192个人次来予医生看。收案上济是台南永泉病院108人次，上少的是高雄文雄病院，敢若1个人。这一天拢总有3个人透过绿色通道转上其他的病院，其中1个转美性病院，2个人转基美病院。比如像痛风、偏头痛啊、肌肉拉伤啦，还有鱼刺卡住、流鼻血等等。那其中呢，小儿不适的呢，来就医的大概有4位。民众基本上呢，还在一个所谓的观望的一个阶段，以及就是说，这 UCC 设立的点是不是跟他们平常就医习惯的这个点有这个方便性的一个存在。学者建议，健保署都要加强宣导，建立民众的信任感，而且清楚公告后院的病院绿色通道转诊的机制，嘛定期统计来予医生看的人次，甲民众的满意度等等。健保署回应讲，这个试办的计划会当乘做每年新增连续9日年假的观察期，试办的情形若好，就会扩大办理。另外，嘛会头一届提悬申请的期间、医疗院所检测费等等的奖励，鼓励医疗单位伫咧休困日嘛有提供医疗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连面寒、连面热，老大人就要特别细腻感冒，引起肺炎。台北市卫生局嘛建议讲，65岁以上的时代就要紧去注肺炎、流感甲新冠病毒的预防针，避免重症。天气渐渐变寒，也是高感冒的季节。季节转变，也是呼吸道传染病举起来季节。
台北市卫生局讲，时大是肺炎死亡高风险族群，而且肺炎也是台北市10大死因排第3名。对民国111年开始到今，死亡人数逐年增加，所以建议厝内65岁以上时大，爱紧去做肺炎、流感、新冠这3种预防针。先打13价，再打23价疫苗，所以中间要间隔1年。好，那如果说是高风险的朋友，他的话，他可能依照医生只可以缩短到8周。另外，医院高龄化，台北市卫生局也拍算结合外籍看护，也有长照资源，提供厝内有失智失能的被照顾者，更较周济的服务。厝内有请外劳的家庭，会当卡1966专线，就当有专员去厝内评估，若是符合资格，也会当申请长照服务。那专业服务的部分是由专业人员可以到宅来指导我们的外籍看护工个别化的照顾技巧。来提升他们的一个照顾技巧。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喘息跟短期的照顾服务。那当我们的家中有外籍看护工，他遇到需要休假，那可以来申请由我们的本国籍的照顾服务员来协助照顾。卫生局表示，长照服务员会当协助外籍看护互相配合，亲像换药啊、洗身躯，互外籍看护休喘、短时间退休，也会当申请长照的交通接送服务，互长照的服务愈来愈符合需求。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咱台湾向美国军购有25案，其中是有3案交回进度延前，其中66台 F-16V 战机本地明年底进前就爱全部交机，也毋过目前阁还未交，嫌战机顶头的飞弹嘛无法度照时间来交回。咱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会阁继续催哦，嘛讲美国方面已经成立专案的办公室，大家拢正拍拼，嘛强调讲明年一定会看得到这武器。国军装备采购1年前，报告显示，国防部对美军购75案，进度超前的有海马斯管定精准火力打击系统1案，进度正常21案。因前3项目分别是 AGM-1544 飞弹、MK-48重型鱼雷，甲明年底就应该全部交付的66架 F-16V 战机。今年就已经会完成10架的组装，那还有待测试的过程。那在线的。连同这10架加起来，总共有50架在线组装，加班赶工的一个阶段。那用2班至20小时在进行，全数完成交印。我们觉得当然有一定的风险跟挑战，但明年一定可以看得到 F-16V 的交印。国防部表示，美方已经针对这3项成立专案办公室，要尽上大努力。不过，进前遭到质疑的，也有汽车飞弹、气舰飞弹，所无列伫国防部的报告项目。郭立雄解释，甲美方签约发起数时间，拢要伫交运时间点进行无延前。也透露，买500粒气舰飞弹增加到2671粒，才回归今年第4季中得到第1批。鱼叉飞弹当初要建案的时候是用战备急需建案的，本来是5年的期程，现在变成10年。刚刚听到报告的时候，好像变成12年了。你通通把它往后延，当然进度正常。我们找各种理由，帮所有的厂商去解套，而且还不断的付钱。另外，伫执行的458项相关案内底，2案进度落伫后边都包含各界关心的国造舰南海群号，因为迟迟无海运，确定今年无法度完成。虽然每支对单船发19班，不过也被质疑出海伤过轻。首艘这个海空舰的一个建造，我想我在这里还是要肯定台船跟海军的一个辛劳。技法它是一个督促其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合约的一个手段，所以技法本身并不是目的。我想建造完成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伫国防部上，因为总统大清朝承诺伫2030年进前达到 GDP 的5%，郭立雄表示，会照地震威胁、防卫战略、建军备战的需求来编列相关项目，也若是装备，也有训练变装等方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白宫初宣布讲，美中经贸协议细节的清单，美国是对这个月初10开始要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管制对象。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嘛是强调讲，伟大的先进晶片 Blackwell 嘛是袂当阁卖互其他国家。另外，中国嘛宣布讲要暂停稀土的管制，这放连管制好消息，莫互其他大国一开盘就去。美国4大指数顶礼拜5全部收红，各类大股拜一开红盘。早盘甚至要到28450点，起超过260点，了后起的幅度无遐济就反乌。
宽达购台积电盘中来来回回，捌维持伫1500块的买盘。专家认为讲，即马美中经贸协议公开，对台股来讲是真好的消息。相关的障碍会更少 ，AI 的需求拉抬那今年台湾的股市呢，其实是有基本面在支撑的，因此现在就是说锦上添花啦。美国白宫初一宣布美中经贸协议的内容。中国宣布暂停这批10月初9宣布的稀土出口管制，确保恢复出口安矽半导体中国工厂的晶片。因为美国这边是为这个月初10开始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管制的对象。就算回答这评长黄金芬顶个月月底，佫一再强调讲，希望回答上先进 Blackwell 晶片会当伫中国上市。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初二伫空军1号展馆回应讲，美国未甲回答的先进晶片 Blackwell 给其他的人。出口管制清单一扩大，那很多订单就没有办法接进来，那对台湾的厂商来说是比较负面的。所以这一次美国政府宣布不会再扩大管制名单，这个对台湾的厂商应该算好消息。因那半导体业界传出台积电从9月份就开始通知客户，讲为明年1月份开始，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会连续4年起价，平均起的幅度是3%至5%。有风声讲联发科甲高通考虑要转单，不过专家认为讲台积电有竞争的优势，影响并不大，整体也是会当压关利润。记者综合报道。民主党籍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伫纽泽西甲维吉尼亚州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徛台，伊个公开批评讲美国伫总统川普的领导，逐工拢亲像在过万圣节，真嚣狂。伊是呼吁选民初时投票的时，都要捍卫国家甲价值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伫纽泽西州为民主党籍州长候选人徛台，参加大型造势活动，批评即马川普政府是上行为，都亲像万圣节共款，拢是作嘅无情好糖啊。It's hard to know where to start because every day this White House offers up a fresh batch of lawlessness and carelessness and mean-spiritedness. And just plain old craziness. It's like every day is Halloween. Except it's all tricks and no treats. 伫维吉尼亚州徛台时阵，奥巴马讲到政府无振动，国会无作为，佮警告选民，敢若投票才因互声音被听到。即摆州长的选举对全国未来有向定的意义。You deserve a governor who will think for herself and work for you. A governor who will create jobs and not cut them, and who will lower costs instead of raising them, and who will bring people together instead of dividing them, and who will do what's right for the people of Virginia, no matter what anybody in Washington thinks. You deserve a governor like Abigail Spanberger. 美国要伫初时举行3项关键选举，包含州长选举、国会补选、加地方议会选举。民主党认为这是明年其中选举前哨战，一定影响未来国会控制权甲行政布局。分析指出，川普政府过去1年管理混乱，政策起起倒倒，加速民主党镇压动员动机。上新民调显示，维吉尼亚州可能换民主党做主，纽约市也是民主党候选人领先，纽泽西州是动向还未清楚。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亡灵节是墨西哥真重要的节日，也毋过今年的亡灵节，乌鲁阿潘市的市长卡洛斯伫一场活动互暗杀不幸死亡。墨西哥的总统是强烈谴责，嘛表示哀悼。民众伫咧墓园内面点蜡烛，因为因相信安尼死人伫咧亡灵节期间，互过身的亲友倒来人间的路照较光。抑佫用菊花的香气加色彩做引路灯，替亡灵指路。热烈温馨的亡灵节是墨西哥重要的传统节日，规家人伫咧墓园守暝，用音乐加鲜花纪念过身的亲友。Esta es una tradición que nos han heredado nuestros padres. Pues nosotros tenemos la creencia de que el día 1 y parte del día 2。因过今年亡灵节所传来悲伤的消息，密切关注的乌鲁阿潘市市长卡洛斯，伫咧参加亡灵节庆祝活动时阵遭受枪击，伫咧现场甲民众拍照后这阵翕相，是被记录的最后的身影。伊长期以来呼吁政府采取更加侪措施，解决暴力加毒品犯罪问题。Los agresores aprovecharon la vulnerabilidad de un evento público para realizar el ataque. Condenamos enérgicamente este crimen y tengan la certeza de que no habrá impunidad.
Como en otros casos, llegaremos hasta las últimas consecuencias para que este acto cobarde sea plenamente esclarecido y todos los responsables sean detenidos。墨西哥总统肖恩鲍姆伫社群平台发文谴责这件谋杀，并且向卡洛斯的家人甲市民表达亲切的哀悼。墨西哥安全部讲，已经抓到2个嫌犯，另外还有1个人死亡。乌鲁阿班市农业正兴，主要是生产油来啊，收入袂歹，所以也真济乌邦争夺的战场。这件谋杀案让人看到墨西哥对政治人物的暴力问题依然正严重。这几年来，已经有几60个市长甲记者被杀害。记者综合报道。墨西哥的亡灵节，就那亲像咱台湾的清明，是怀念祖先祭拜亲人的日子哦。不过伫西班牙失眠了后，嘛正是件万圣节，所以大家打扮游行，用较欢喜的气氛来悼念过往的亲人。在这里办寿菊花田内面的大型人头骨雕像群，看起来真壮观。人徛在伊边啊，才知影讲伊有偌大仙。每年亡灵节来进行，墨西哥各地拢会办各种特色的节庆活动。阿特利斯科地区邀请艺术家设计纸雕工艺作品，一寡超过3公尺高的艺术雕像，材料是纸浆加纸棒，是墨西哥自殖民时期流传到这么的工艺。Es un trabajo artesanal extraordinario, por lo tanto, reitero, sigamos con estas tradiciones. Y es muy representativo, es parte de nuestra cultura, es parte de nuestra educación. 墨西哥每年的亡灵节就敢若是台湾的清明，是对过身的祖先甲亲人表达怀念甲敬意。受到古代阿兹特克甲玛雅文明的影响，墨西哥人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延续，也相信往生者的灵魂会搁转来人间。伫咧西班牙被失眠了，天主教的万灵节甲原住民的仪式融合，佮加上最近万圣节文化。和现代亡灵节的节庆活动，袂输敢若是嘉年华会庆典。Algo que llevamos años haciendo, una herencia que nuestros padres nos dejaron, que nos enseñaron, y a nosotros la verdad nos gusta. Para nosotros como venir, como ya se acerca la fecha, cambiar esas ropas, porque prácticamente el mantel que está。伫咧墨西哥东部的一个店火木市，每年亡灵节，民众拢会将亲人的骨头摕起来清清咧，再搁放入去厝新背部的茶盒内面。有一寡人甚至会将亲人的骨头讲话，代表生甲死之间无界线。这项融合玛雅甲天主教的传统，互人看作是对祖先的思念甲尊敬。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过来消息，过来看中华电信工会10月28甲公司来进行团体合约的协商，也毋过无达成共识。工会嘛开始困伫公司来展开抗议哦。即马抗议已经超过140点钟咯。工会是强调讲，除了合约，伊嘛阁提出劳退薪资提85%，然后退休年纪等等的诉求。也毋过中华电信暂时嘛是阁无回应。劳退薪资15%。大声发口号，希望公司重视员工要求，劳退薪资提85%，然后退休年纪，甲交通津贴增加到5000块等的诉求。中华电信工会10月28甲公司进行团体协约协商，双方无共识，工会展开夜宿抗议行动，到达已经超过100点钟啊，人流累计超过1000人。工会也认为，中华电信伫电信三项。继续认真协力王，希望会当为员工加薪7500块。60几条的团体协约修正到现在，通过的不到5条，而且目前只要是工会提出的版本，他们事业单位也都完全都持反对的意见。因为去年已经修法，有关劳工延后退休，那劳资双方协议爱延后退休，工会强调修法了后，有甲公司提出爱延后退休，解决欠工的问题。也毋过公司后手所采用会议品制度，对工会多项诉求，中华电信表示暂时无回应。劳动部是希望劳雇双方会当好好对话，达成双赢。东部的话是呼吁劳资双方在现在已经高龄化的这个情况下，可以来多做协议。那毕竟目前还是有缺工的情形，那很多我们资深的劳工其实都还有能力，都还有办法来继续工作。
劳动部强调，有关工会诉求，公司将劳体薪资提拨15%，和薪资退休金会当甲旧制差期减少。这个部分有关需要劳雇双方对话达成共识。工会是强调，无正式协商进程，拢未提离。若公司继续无回应，工会无排除做更加激烈的抗议动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 APEC 会议已经结束，也毋过台美关税谈判是个继续的沟通哦。目前受到景气的影响，已经减班休困的有9成，拢是规模较细的企业。劳动部嘛统计讲有455间企业，8300外的劳工受到影响，也毋过这个数字是比顶个月减少200外人。伫咧 APEC 会议结束了后，业界拢真关注台美关税谈判的进度。行政院副院长陈立文表示，谈判已经有进展，达成共识了后，就会进入总结会商来达成贸易协议。根据劳动部初三上新的统计，受景气影响减班休困的拢总455间企业，总人数是8331人，比顶个月公告阁减少212人，这也是下半年来头届人数有减少。他们公司的订单回稳，这有9家是这个提早终止，那当然不止机械设备制造业，另外金属制品制造业其实也有提早终止的状况。劳动部指出，目前有实行减班休困的，也是以规模较细企业为主，是占9成，50人以上的都有418间。面对全球的局势，劳动部表示，目前订单回稳的企业，集中伫咧规模较大的，也是会用谨慎的态度来面对。今日全国产业总工会是表示，目前台美谈判已经到一个坎站，伊认为针对未来可能会受到上大冲击的汽车产业，政府应当赶紧就劳资政三方来进行风险评估，也有应对。汽车产业供应链这个部分的企业的雇主甲劳工是上烦恼的，阮是建议政府应该是赶紧找这相关未来可能受冲击这产业以及工会来进行所谓的利害关系人的对话，来提出因应策略。面对美国关税也未确定，专产总表示，毋但国内汽车产业面对未来可能受冲击的其他产业嘛，已经造成真大的不安。嘛，呼吁政府应当针对未来可能受冲击的产业，有更加公开的资讯，才通互各产业量早思考因应对策。记者卢尚如、王志刚台北报道。面对极端气候，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提案，要伫气象法中甲极端高温纳入灾害天气。未来依法地当来发布高温特报，相关单位卖当依法来定高温价。交通部嘛表示讲，修正草案这个月会先议过，过来收集各界的意见。外送员坐伫路边，哪像是天气烧热，身体无爽快，加在随后警察发现，该倒叫车送医。这几年高温的天气愈来愈多，去年7月，嘉义某一个少年的做事人，哪像吊沙倒伫田岸边。民意代表提案要修正气象法，要甲高温纳入灾害天气，和高温较有法源的依据。2021到2024啊，热伤害的人数啊，也增加了快1倍。那7月份的对比啊，是增加了快3倍。对高温假来讲，政府是有保留的态度吗？我们赞成这个方向，赞成这个方向。但是，你具体的作为做法以及你的标准是什么，总是要让国人知道啊。另外，目前敢要停班停课，由地方首长决定，嘛常常引起争议。民意代表嘛提议讲，敢会使伫即届气象法的修法，甲法定权交予专业由气象署来决定。气象署回应讲，停班停课的决定确实真为难，不过气象资料敢若是参考因素之一。生活圈是一个因素之一。那另外在水电维生部分，气象的环境的因素之外，有没有其他因素？其实这个不是气象署能够从天气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因应极端气候的趋势，除了强化高温事件的事前因应，和高温较有发源，交通部讲，参考这几年热带性低气压，嘛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灾害，嘛建议纳入灾害天气的定义。若对着气象法修法的进度，交通部讲，修法的草案预定这个月就会提出来，公告了会持续收集各界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小巨蛋哦，听讲上紧伫2028年地当动工，会当来提供2万的座位。这个附近哦，佮会设一个南台南车头甲大卖场，所以未来会真热闹。也毋过有民众是真烦恼，讲附近的路拢真矮，那开始施工哦，交通会乱糟糟。台南市交通局嘛强调讲，因会来优化公车的路线，嘛来进行交通疏运的改善。
充满热气的南台南副都心是台南市民运动散步的好所在。不过未来这地点也按算起台南小巨蛋，当地民众拢真盼望。不过因为附近路正矮，烦恼若开始时间交通就进入黑暗期。是可能过渡期的，当然交通是希望台南也有很多改善的。哎呀，是要让他说，因为台南市究竟没有主场，没有这种场馆啦。像他现在道路他已经继承了啦，已经没办法再拓宽了。车流进来会很麻烦哦，因为旁边还有一块空地，台糖已经租给 Costco 了。台南小巨蛋按算开发差不多15公顷。台南市府今年9月2日就上公告，运动艺文受限园区标题限。不过民代认为，这个所在甲生产路连通到第一线大同路2段，即卖交通量能完全无够。先要解决的是拍通东西向的道路，接大同路，这样让整体区域规划更加完善。南铁岸新增的南台南站，另外捷运红线与蓝线延伸线正在规划当中，交通局也会同步推动公车路线优化、停车场整合与智慧运输系统，以提升整体的运输效率。台南小巨蛋按算会容纳2万人的室内体育馆，目标上紧2018年动工。交通局讲，会甲相关单位共同规划完善的交通疏分甲安全管理机制，降低对周边社区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县，逐工是有30栋的喷爱处理，所以即马按算讲要伫南投县的南投市南港工业区起一个资源中心来处理这个喷哦。也毋过真侪民众是拢真烦恼，讲会去污染着环境。清洁队员一群人当咧堆肥，非洲地震爆发了后，南投市清洁队即马甲喷全部拢摕来做肥，是加真无用。全国禁止用喷饲猪，影响到南投逐工产生30公吨的喷。目前南投市第3镇合溪地乡有堆肥设施，会当家己处理喷，但是部分乡镇也阁需要协调外县市到协助。所以南投县府拍算伫南港工业区去南投县有机废弃物资源化中心，不过有民众烦恼处理无好会有危险性。这个喷有在处理是袂歹啦，就是讲伊的量也是啥吼，来当去化的来当较济是较好啦。南港工业区遮原本就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个沼气若外泄，是毋是变做空污会愈来愈严重？南投县府指出，资源化中心土地面积大约7423平方公尺，爱起2年，会当用20年，采 BOT 的模式，由民间来起来经营。未来按算整合全县现有喷的处理方式，成为有机废弃物集中处理的设施。一工预计会当处理100公吨的喷，甲转化做早期发电，也会当后肥。它相关的这个密闭的设施都会做得非常好，那另外也会这个针对相关的收集系统会做得非常完善。那其实厌氧发酵也不是新的技术哦，像目前台中市的外埔，还有桃园的生质能源中心哦，都是利用厌氧发酵的方式来产生沼气发电。南投县府表示，希望透过资源化中心的计划，来解决南投县处理喷的问题，也提升环境资源循环的效率，为地方永续发展提供一个示范做法。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再来看站，高雄的民众看到一个查甫人翘倒摆载几啊卡布袋啊，佮将物件牵落去高雄的凤山溪。民众讲哦，这布袋啊，敢若佮会震动，警消人员去现场扶到2卡布袋啊，也毋过内底哦拢是建着废弃物加水泥土。警方透暝找到这个细蛋的查甫人，嘛该移送法办咯。他停下来了，对不对？初日暗时10点多，细蛋的查甫人翘倒摆载几落卡布袋，伫高雄凤山的国泰桥遮踅来踅去。当甲无人主机，就停车甲布袋等落去凤山溪。规过程拢过附近钓鱼的民众翕落来。民众讲查甫人的行为鬼鬼祟祟，尤其布袋内底毋知影底啥，应该会出大代志，赶紧报案。警方随会动消防人员来扶。他来第2次过后，我们才报警。所以他是分了3次丢。他第1次来的时候没有丢，然后第2次、第3次才有丢。现场寻获7支芝麻布袋，确认内容物均为营建废弃物及石棉瓦等物品。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缉行为人陈姓男子到案说明。警消人员拢总找到2卡布袋，经过确认，内底拢是建着废弃物甲水泥土。
警方透暝抓到乱抌物件查甫人，伊讲这拢是厝内装潢卡落来的，因为唔知要当去倒才会安尼做。环保局表示，所列都是有毒的废弃物，清运处理拢有相关规定。若是乌白蛋相关会当罚1000万，同时移送法办。石棉瓦属有害事业废弃物，破损易产生非散性细纤维，吸入肺部不易排出。清理时需充分湿润及双层包装，可大幅降低危害风险。民众若有清理需求，可向环保局提出申请，将由专人辅导协助办理。原地就是社会案件，加在证实是乱弹废弃物，姓陈的查甫人妨按照废清法裁罚。不离个环保局强调，建筑废弃物甲塑料袋拢袂使乌白弹，民众千万唔通省思熟性，最后煞来食罚单。记者郭家祖、顾兆勇、高雄仓报道。宜兰梅花湖附近水头的农田最近洪倒真侪粪扫，有地主就去向环保局检举，即马环保局是等个调查。也毋过宜兰这几档粪扫还是废土乌白道的问题是真严重。即马县政府是打算讲，明年重要的另外道路会来设智慧围篱来监控。以这样子体积的换算来讲，这里至少有10车以上。这块东山乡梅花湖水头的农业用地是5仙社土地，叫人倒真侪废弃物。这个废弃物讲冲到水插清，那就是树叶的废弃物。这个应该是有心人士，他把那个铁门破坏掉，他进行进来。5仙是最近想要转来家己的土地种亲像姜这款作物，煞看到树去用破坏，入去看是规山坪的废弃物，人真懊恼。地主袂当种作。地方嘛忧心，若是落雨会污染水尾梅花湖，即时向环保局报案。这个会影响这个水的破坏啊，那个地下水这个东西渗透下去的话，这个可能就会影响这个水源。我们会依现场是否可以查获个资，或者是周边监视器是否可以调阅到相关的影像来做追查。环保局要对照废弃物的来源，照废清法处罚。若是确认是事业废弃物，偷盗人已经牵涉刑事责任。不过，宜兰最近常常发生这种偷盗废弃物，也是废土的问题。检方第1月份，阁查到跨县市的集团在营造也是建造废弃物来宜兰乌白蛋。地方要求县政府赶紧安装电子围篱。我是想说，赶快建立，然后呢，有外来的土方呢，还是不法的车辆呢，能够有一个监控。县政府已经有编250万的预算，按是明年开始点喺宜兰安装电子围篱，规划伫县内重要另外道路装6支固定式监视甲车牌辨识系统。另外，阁买5支移动式的监控系统，嘛随时透过 GPS 定位监控废弃物也是废土的运输车辆，希望会当减少偷盗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花坛乡的清洁队等下征收，本地民众24点钟拢会当来遮等粪扫。也毋过12月20进前，敢若开放拜1到礼拜。也毋过有民众真无公德心就凊彩甲粪扫牵伫清洁队的门口。礼拜即日粪扫就中要甲大门拢拆掉的啊！清洁队大门明明都无开，但是所有人直接甲粪扫等伫清洁队门口，贴甲强要比门较悬。清洁队员发现了后，赶紧加班处理，就惊粪扫会愈贴愈悬。安尼乱抌粪扫的行为，嘛，互其他的民众看袂落去，认为伤无公德心。觉得很没公德心，已经很方便了。就要照附近行啦，配合吧。遮等粪扫敢有方便？当然好啊，安尼当然方便啦。彰化县花坛乡的清洁队原本是24点钟拢开放予民众等粪扫，但是因为当咧进行整修工程，为10月24到12月24这段时间，收粪扫的时间敢若开放拜1到拜6，透早6点到暗时7点。公所嘛呼吁民众整修期间请配合时间等粪扫。我们在计划里面都有公告，让民众来周知。希望民众能够体谅，因为这个整修是必要，要求厂商这个施工期限要压短，我们也有在努力啊。花坛乡公所表示，乡内原本就有定时定点的粪扫车咧收粪扫，开放清洁队是为着互上班的民众方便等粪扫。这边因为整修工程调整开放时间，请民众配合体谅，爱有公德心，千万唔通乱等粪扫。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来看嘉义市的顶安宫红晒观音佛祖，这身佛祖真罕见是查甫的形象。专家嘛鉴定讲，这尊形象有200多年的历史咯，咱做伙来了解。
嘉义市嘉甲寮丁安宫为着观音佛祖的佛诞，延续较早100年的故乡路，伫嘉义市内举办平安绕境的活动。庙内观音佛祖神尊唔但做伙出巡，而且佫是真罕见的查甫上观音佛祖。明末清初的时阵伊的发相就是在迄个当时的所雕的架势完全的无共。咱遮会较查甫，较迄面型较查甫款，较查甫款。外口的咧？外口的较，咱咧看拢全分面的。嘉义市的丁安宫起伫1872年，是嘉甲寮这个自路的信仰中心。庙方讲，庙内即尊观音佛祖，伫较早医学无发达的时阵，有做药引的历史分析，佮因为面容较威严，所以甲一般看到的观音佛祖较无共。到当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早拢会做药引来治病万民安尼根据所治疗的这个年轮来算啦因为用专门的仪器来计算超过260年。这间丁安宫到当已经有153年的历史。针对庙内查甫像的观音佛祖，庙方讲，不管是威严的查甫像，也是慈祥的查某像，这毋但是法上雕刻的风格，嘛是地方信仰文化当中多元的一种表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再来看，伫伊拉克伊朗界界的热南地区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伫2016年，嘛封列做世界遗产。也毋过这几当这片真珍贵的南地，因为可花雨水少，佮加上政府开放企业伫遮挖石油，所以即马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生态会受到严重的破坏。规定的度假物种真济，伊拉克南部甲伊朗交界的虎尾查达马地是有7000年历史的联合国世界遗产，也是传说当中圣经的伊甸园所在地。更较重要是，这是自古以来当地居民用来维生的自然资源。啊，毋过受气候变迁这因素影响，这片地格里斯河甲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南马地已经有真济年因为可花山豆豆啊咧打起。以前是鱼啊真济，水位有6公尺深的乌木纳惠河，即马水深干的只剩3公尺，甚至真济所在水深拢无到1公尺。居民烦恼，这水到热天会完全打起。啊，不过可怕毋是上环境险，因最近发现巴格达政府自控制3年，已经将火山回收区探勘权交予中国业者。最近工程车已经偷偷开入南地，进行地动勘查，予居民维护环境。挪威起的会堂内底，面上省的阿布克沙湖村的居民咧烦恼讨论这件代志，因表示一直到当前旗鼓进驻，才意识到严重性。无偌久进前，这个居民牵牛要去南马地放牛，水牛搁互拄啊铺好的电线绊倒。يعني كاللي شفته بعيني أنا عندي جاموسات أجيبهن الصبح أذبهن بالهور عمود يرعن ياكلن وهاي ويرجع العصر عليه. جيت الصبح لقيت آليات اختلفن، لا هو مثلا إن واحد بحيرات مال سمك。伊拉克政府讲，就业部甲环境部咧密切合作，确保袂影响南马地生态，也袂进入核心区域。啊，不过根据发生者摕到上新的影像，这草啊食物已经出现当地海交过混杂。波兰和平组织 PAX 也指出，这形被修出一条长1.3公里的土路。环保人士也烦恼，就业公司虽然讲未干扰南马地核心区，啊，不过事实上因为可能无遵守规定，进一步造成南马地打气。إذا صار الحقل النفط هذا الحقبة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حقبة الأهوارية هاي اللي صار لها 7000 سنة。伊拉克是全世界上大石油生产国之一，石油收益占政府财政收入的8成多，因讲是国家经济命脉。啊，不过这片代表当地人生活文化甲传承的南马地，佫是一个珍贵的自然遗产。可花过去，雨水会佫带来水源，啊，不过南马地生态若消失，啥物也无法度挽回。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来看埃及的大埃及博物馆，伫当地时间7日开幕了。这个博物馆开超过10亿的美金哦，嘛展出超过10万件文物，上久哦拢有7000多当前的文物。博物馆内哦，佫有头一只法老王陪葬的船，这嘛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只。咱做伙来看卖。世界有名的吉塞金字塔区无人机伫夜空中描写出古埃及甲顶波图上，包括图坦卡蒙王的金明区观察甲王座，也有代表法老权力的仪式用战车甲船只。全球最大的大埃及博物馆7日盛大开幕，庆祝仪式充满讲法老风格。ونحن نحتفل معا
بافتتاح المتحف المصري الكبير نكتب فصلا جديدا من تاريخ الحاضر والمستقبل في قضية هذا الوطن العريق فهذا أكبر متحف في العالم.基本部真丰富，展品数量会当讲是完成有机的2倍，大约10万件。那参观的游客每一件展品欣赏1分钟，所谓收藏看完都要70日。展物自过去历史7000年，为史前时期一直到公元大约400年的希腊到罗马时代结束。全馆总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公尺，相当3个台北国境博物馆园区，开超过10亿美金，经费来自埃及国内资源甲国际合作。كنوز الملك الذهبي الملك توت عنخ آمون اللي هي مساحتها 7500 متر مربع. مركب الملك خوفو الأولى مكتملة، وأثناء زيارته يشوف المرممين وهم بيجمعوا المركب الثانية. 这摆开幕，全球数十个官方代表团受邀请，其中荷兰总理斯霍夫表示，会将一尊约3500年历史的雕像献给埃及。听讲历史会当追到西元前1479年到前1425年之间，可能都是伫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期风淘汰了后非法出口，后手出现伫国际艺术市场。公司新闻吴林编译。再来看，拢伫暗时才会出现的夜婆生态地受到威胁无？有专家是认为夜婆会食海棠，佮会倒夜精子做生态，其实是一种真重要的生物。即马伫东南欧的国家。保加利亚就真认真咧推动夜婆的保育计划。东南欧保加利亚有正丰富的科斯特景观所形成的石灰岩山洞，内面有带真侪蜜婆，估计因的种类有33种。因过因的生态地常常互人类破坏，在地保育专家伫咧推动保护计划，改变大家对蜜婆的印象。Дълги години работим също така за популяризиране на прилепите, правим публични събития и различни кампании, рекламни материали, които помагат на хората да се докоснат. 蜜婆伫生态系统内面是正重要，因掠昆虫食，会当帮助控制海棠的数量。你是休困暗时出来，一个月斗3工也是不得止。甲其他同款体型的动物比起来，蜜婆是较长寿寿，有一寡会当活超过40年。专家讲，蜜婆是自然界无名的英雄，希望大家唔通各家甲数位鬼联想做伙。感觉大家较无伫咧注重的是这种比沙还佫较细，用显微镜看是透明的生物，亲像石化做有空糖，还佫有一对透明实果的叶藻类。因会对海水内面吸收二氧化碳，经过钙化形成碳酸钙的保护壳。一因死去了，其中一部分的碳会得到尸体沉在海底，封存几落百年。There are few groups of organisms that are able to calcify in the ocean. They are tiny, but they are really abundant. And through their calc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of calcium carbonate, and eventually the solutions of the calcium carbonate, they regulate the chemistry of the ocean, and they're also able to sequester a lot of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to the ocean, and then eventually to the sediments. 科学家讲，伫咧研究温室气体对气候变迁的影响时阵，也应该把含有生物的组壳浮游生物考虑在内，安尼先做出来评估会更加全面。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
了。